去年有立委就指出讲，华人东华大桥边的国有地防违法占用，无想着讲若无改善即马土坝各方验出讲有重金属的污染，民间团体是要求主管机关应该要积极处理。为影片顶悬会当看到怪手来回一直开挖，这个土堆内底各含各种的废弃物，这是花莲东华大桥边仔的国有土地，长期去予山石业者违法占用。顶个月，花莲环保局办现场勘验采样前，业者甲两座墩甲敢若山同款的所在切无平，规个场区墩3公尺，差不多一层楼悬，再搁用土石勘起来，那亲像已经轻度废弃物的感觉。国讲已经有经过退伍会同意。早起立委甲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公布业者这行为，并公布废弃物的采样送验结果。用目测就很明显，就是发现有废弃物。那花莲县环保局竟然这个图利不开罚，这个有镍跟铬的，我们有看到它的钙的浓度比一般的土壤还来得高。林建涵表示，土样的 XRF 检验结果，为外观甲检测数据来看，这拢唔是一般正常的土。若做以农地标准来看，8样品内底有7个样品氯的浓度比5 ppm 较悬，明显超过标准。这个重金属会透过生物浓缩，也是生物放大作用了后，蹲伫咱人的体内造成健康的疑虑。官团也讲，这个案移送检调到即马将近1年，也未完全调查清楚。业者阁用土石勘这个好亲像有毒的废弃物，即个中央甲地方环保主管机关建在业者消灭证据。经过审视，它的处置计划书内容，它里面内容它写的不是很完全。那我们审视完之后，有退回去请他重新修正，并注明清楚它的废弃物的清运流向。那会请他在这个月底29号前要提送进来。因为已经移请地检署侦办，那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，那细节部分跟检测报告部分，我们就先送给地检署来参考。退伍会是讲，所属的农场经管的土地绝对依法做代志，无允准任何违法的行为，无论是占用也是代借废弃物，绝对袂宽容。这个案除了民事申请强制执行以外，废弃物清理检察官也已经伫做承办，要求业者按照期限还土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